来看公司台语台的新节目 Talk Show 台语哦，这礼拜六特别开始放送咯。这是台湾头一个全台语的 Talk Show， 有24个选手伫节目车边，大家做伙用台语来练嘴花，那么先做伙来看麦。 阮即个节目的参赛者平均的年纪差不多落伫咧即个28左右，所以来拢是真正足少年。有开始足侪人为一开始连台语都袂晓讲，到尾因讲出来真正足好笑，而且感觉因自细就敢若讲台语。即个生活模式还是教育模式等等，真侪阿公阿嬷甲孙仔都无法度沟通啊，即个台语就袂通啊。但是为即摆开始，咱即个甲点落，回去布院，回去大藏，变做后摆咱生活当中真重要。 Talk Show 台语的评审团有台语老师王秀荣，佮艺人好校孙丁郎，选手用台语来练嘴花讲笑话。好校孙是认为 Talk Show 台语这个节目，通互台语继续生态生态，嘛发展出一个新的文化，会当写少年辈来听台语、学台语。节目是对9月2日开始，逐礼拜六暗时8点，会伫公司的台语台来放送。